文化部昨伫台南办第一场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，也民间团体接续伫今日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，是呼吁政府爱来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，针对母语来落实转型正义。 文化部13在台南办头一场的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，台北接续在10时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，希望让政府和民众了解第一线在发展台语遇到的困境，嘛提出政策建议。 民间除了继续呼吁政府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，嘛针对语言的转型正义、设立台语学校和发展的修法等等5大议题来探讨。台语团体指出，虽然今麦伫高雄有头一间的台语学校，不过受到实验教育法的总数限制，嘛致使一寡县市要设台语学校出现困难。所以，这个法规要安怎讨办吼？这长期来讲，当然，这个法规拢爱相对应的来去调整，才会使更加固定。针对台语发展需要有更较周全的法律，台语团体和学者拢有高度的共识。除了对教育顶尖，嘛要对社会环境来改善。认为要推动台语正做地方通行语。有学者指出，照国家语言发展法要实，要喺地方议会超过半数同意修改严格，认为应当爱修法。有学者认为，目前独尊华语的公务体系，嘛已经违反国内法化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。像客家委员会当参考嘛，这个地区只要客家人超过一半，伊就是必然的地方通行语、主要通行语。啊，若超过1/3无到半数，哦，安尼就是次要的通行语。其实戒严时期国语推行办法，甲国语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经谈民主化以后就废除啊。哦，所以其实今麦咱的政府伫独尊华语的这个国语政策，其实无任何的法律基础。 针对通行语的部分，文化部初步回应表示，会阁继续和地方政府沟通。另外，教育部表示，目前在本土语言课程已经有400间幼稚园实行沉浸式教育，明年第一家己嘛要设部立的台语沉浸式学习基地，希望一步一步，让台语发展愈做愈顺势。记者卢尚珠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